讲到这坐车的安全，也是舒适伫咧商天呢，也是讲捷运的车厢，其实不时都有人大声咧讲话，来影响到其他的乘客。即马是有立委提出修法，希望讲交通部会当参考日本的做法，用罚金来处理，解决大众运输在车厢内底噪音的问题。 坐车通勤，伫咧高铁代替捷运的车厢内，有人可能拍算要好好啊休困补眠一下，但是有当时啊就无法度。有时候可能小孩比较吵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又有一群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热烈的讨论之类的，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影响到别人这样子。 有时听到人咧骂囡仔，又拄过乘客讲电话讲啊大细声，看影片无赶戏机。有立委拜告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交通部应该爱参考日本的做法，针对铁路法和大众运输法做修法，伫咧车厢内拢禁止讲电话，并且爱关静音，若无得罚新台票1500块到7500块。我们会提案来做相关的修法，大声喧哗妨碍车厢宁静，不经劝阻。 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就罚款。是毋是要用罚金来处理？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有人认为爱罚钱，乘客才会惊；也有人认为讲扣坑就好啊，唔免交罚钱。不用吧，我们都很守规矩，干嘛还立那个罚？太无聊了吧？把那个力气花在别的地方吧。我觉得可以啊。 至少乘车的品质会好一点吧，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听吧。铁路车站的人员呢，可以视情况呢，拒绝运送或解除运送这个契约。交通部表示，即马高铁已经有相关的规定，若是旅客伫车厢内讲话伤过大声，也是行人冤家口坑佫唔听，拄到即款人，高铁会当拒绝载送，该赶落车。交通部也认为讲，敢要罚钱，也佫需要等社会有共识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